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非常欢喜哦，咱这个台湾新眼界头一摆来到婚礼哦，咱讲到第一只吼，咱要着做着一个户外开讲啦吼，真正是无简单哦，咱现场真侪来宾，佮有真侪观众伫遮啦吼，尤其咱要讲的是啥物咧？咱讲哦，伫咧明年1月初就要开放着这个内地的这个进口吼，美国伫要入来对婚礼的这个产业。到底影响有偌大咧？尤其哦，咱讲婚林是这个农业的这个大关啦吼，尤其是影响饲猪业咧，伫遮吼是占差不多全国的这个30%以上，真正比例来讲有够悬的悬啦吼，所以对咱本土的这个产业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去讨论啦吼。首先，就要来邀请咱4位来宾吼，伫我的正手边，首先要来邀请到咱婚林在地啦吼，咱要邀请到婚林关农业局科长谢永成科长你好。主持人现场的朋友甲电视机头前的朋友大家好。哦，真正是咱吼，真正邀请到吼，咱这个婚林的在地这个官员吼，来甲说明一寡咱遮这个心声。第2位，咱要邀请到咱中华民国这个养猪协会副理事长林英达，副理事长你好。朱启林，各位观众，大家好。无要紧，咱吼继续来去邀请咱第3位贵宾吼，咱是这个台湾饲猪青年联盟理事长张友成。朱启林，各位前辈，大家好。感谢。第4位，咱要邀请到咱这个学者吼，咱是宜兰大学的教授吼，伊是生物技术动物科学系教授林英石教授，你好。好，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哇，真正是中开10八啦吼！现场的观众，恁好无？哇，真正吼是中开10八啦吼！今日咱就要甲咱的这个心声吼，透过节目来甲咱说明一下。首先，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影响是啥物？尤其内地啦吼，大家讲吼，这饼介绍吼，介绍真正是写讲吼，互咱遮吼老伙老弟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咱先透过咱的新闻画面做回来看。撤回命令！撤回命令！拒绝毒猪！拒绝毒猪！反毒牛！2021年，有3万种的美国猪肉会当开放进口，除了个人烦恼健康问题，台湾猪农更加烦恼低成本的竞争会害本地猪消失去。农委会按算投入100亿的基金，来协助提升国产猪的竞争力。其实10多年来，有不少猪农改变饲猪的方式，想要提高育生率，甲设备换新，嘛提出更加好的管理办法，让猪仔会当伫更加好的环境生了好、较高大，来降低饲猪的成本。像这间饲猪场，甲猪架悬、猪放线、排泄物会落个下骹，减少猪接触到排泄物的机会。涂骹较袂湿湿，较袂湿湿了，猪仔就较袂破病。高层嘛有一个好处就是先清水，阮就免用大水管，底下呛。这间饲猪场嘛装水池甲电风，热天会当降低室内温度，互猪仔喙道较好，嘛会当隔开外口的环境。细菌就无落入去，因为这个甲细菌冻掉的，这细菌冻掉的猪仔就较袂破病。设备升级看起来好处真多，不过对猪农来讲，爱先开大钱先投资，这个钱爱几啊年才有法度回本。不过过去靠第一个威胁，互猪农唔敢冲动投资，嘛互咱台湾猪产业要升级面对阻碍。其实咱看到这个猪农吼，真正是受到影响了。但是咱讲吼，咧推测到真侪讲吼，品牌猪也好，台湾猪也好，其实吼咧推动吼真侪建设也好，也是讲吼这个设备的提升啦吼，拢是真关键的。但是咱要讲回头啦吼，咱讲到美国猪、美国牛，伫咧过去就进口的这个部分吼，透过这张图表咧，咱先简单来了解一下吼，这个历史的由来啦吼。第一咱先看到讲吼，伫咧1999年的时阵吼，其实迄当阵就美国政府开放伫咧美国牛啊、猪啊，这个饲料会当去掺到，咱讲英语名就是 ractopamine 啦吼，咱讲台语或者是内剂啦吼。但是伫咧1999年有安尼说，2005年咧，淡水边政府的时阵吼，是头一摆要来做美国猪的这个进口啦吼。但是迄当阵无定到咱讲内剂的这个标准。刷来咱看到吼，淡水边伫咧政府吼，这个这个开放到30这个个月这个以下的这个美国牛啦吼，迄当阵是2006年，同款是无定这个内剂这个标准啦吼。
另外咧，咱看到讲吼，伫咧2006年的时阵，中国又搁爆发着另外一件咱讲三肉精的这个中毒的这个事件啦吼，所以嘛是造成着真大的这个影响。但是迄当阵咧，陈水扁就宣布讲，使用内剂咧，我要甲禁止啦吼，这是咱看到迄当时的这个情形。另外咧，陈水扁政府咧，搁伫咧吼，这个暗算开放内剂啦吼，伫咧2007年的时阵吼，咱看到一个部分吼是在野党有做反对的这个部分。另外咧，2009年这个马英九政府哦，暗算开放内剂啦吼，互民间吼在野党反对。另外咧，咱讲2012年的时阵，迄当阵吼，咱看法国吼有一个 Codex 吼，一个标准的这个机制啦吼，迄当阵是69票对67票的这个部分吼，甲伊表决。迄当阵稳准着这个吼，这个战绩吼会当10个 ppb 啦吼，是2012年的时阵。另外咧，咱看到同款是2012年。当时要开放啊，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迄阵过半的立法院三读开放，就讲美国牛肉要进口啊。另外，咱嘛看到讲蔡英文这回是要伫2021年伫1月初的时阵开放着美国猪吼，佮有30个月以上的这个牛啦吼，开放着进口，对农业产业吼真正是大冲击啦吼。首先，咱就要先邀请到云林县的这个科长啦吼，尤其对云林来讲吼，真正咱头段嘛讲过30%遮尔济吼，遮尔大比例对咱的这个本土哈，对云林的产业会造成什么影响？咱先请科长来甲咱说明一下。有关这个部分哦，甲我主持人有简单的咧介绍吼，一直为进前到即马吼，咱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吼，拢对这个三肉精这个议题啊吼，是拢反对的啦吼。啊，毋过伫咧8月28吼，啊中央政府个雄雄。无伫咧甲大家沟通的即个状况下，个宣布要伫咧明年吼开放吼。啊，咱县长吼张立善吼，伊第一时间个跳出来为咱当地因为甲我主持人嘛有讲啊，咱云林县吼饲猪吼有156万头啦吼，是占咱全国的3成吼。啊，伫咧咱养猪的即个大县吼，一定爱为咱即个猪农吼来发声啦吼。所以咱第一时间就是跳出来反对啦吼，啊，再来就是讲吼，为虾米阮会遮尔啊烦恼吼？讲即个开放的即个问题啦吼，因为甲我主持人嘛有讲，即个内剂吼，伊是成本吼会较低啦吼，啊，本来外国的即美国的猪肉本来个比咱台湾的搁较俗，啊，即摆搁会当用即内剂吼，啊，成本会搁降较低，啊，你啊成本的考量之下。明年啊，真正开放吼，其实阮是足烦恼，因为咱主持人甲我讲咱口蹄业即个部分吼，拄啊好才今年6月才培减起来啦吼。咱本来是有希望可能搁要出口啊，啊，即摆拢啊未传好吼，啊个雄要来开放吼，这成本的即个考量之下吼，阮是烦恼吼，会冲击到咱县内足侪猪农的即个生存的权益啊吼，所以阮第一时间就徛出来反对吼。有影吼，所以咱看到即个云林县政府吼，其实是做好真侪即个准备啦吼。尤其咱讲吼，即个云林是头一个成立或者即个零三肉精，咱讲吼，即个部分的即个一个联名伫啦。咱看到讲县内侪即个场所也好，饲猪的农户也好吼，拢加入即个联名吼，嘛代表因的即个意愿啦吼，就是讲我反对到底啦吼。但是讲即阵中央甲地方有冲突的时阵，是要安怎样啦吼？咱继续搁请教咱中华民国即个副理事长吼，养猪啦吼。其实咱伫遮吼，养猪协会即个在地心声吼，饲猪户的心声，咱搁先甲咱说明一下，副理事长。以消费者立场来讲啊吼，这是毋对的。因为这对身体健康有危害的疑虑吼。那以我饲猪的立场来讲，阮嘛是尽量要配合政府的政策来做这工作，可是入来一定有冲击的，要安怎减少这个冲击？就是标示爱做清楚，爱有一定的罚则甲罚金，甚至伫日本甲韩国因有刑法的手段来做这个动作，互做生意的人毋敢乌白使用这种有伤害、有健康疑虑的猪肉。
大概是安尼。是啦吼，这个健康疑虑，尤其对人体来讲，真正可能造成这个真大这个影响伫咧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这个零三肉精这个联名其实伫婚礼已经真大这个部分啊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这个青龙啦吼，市猪者青龙业的这个心声，嘛先说明咱所有电视机的这个观众朋友听，还有咱现场观众朋友来听。这部分我们分4个点来看第一就是讲咱的贸易顺差，过来国安甲食安，甲猪农的部分。我以猪农的部分，咱过来讲即块，就是讲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话，政府要安怎讲，咱这个肉加工会处理要去甲面对，甚至讲要溯源追踪，甚至利用地方的讲的区块链，也是讲政府讲的 HFCCP 即块。来探讨即块。第二，就是讲，如果明年即卖也毋是莱克多巴胺呢，因为即届强烈关税是降为0，所以变做讲，你若讲也是莱克多巴胺，阮猪农的话有可能讲会使用一个，这瘦肉精无瘦肉精，阮会使区隔。但是明年即卖是无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咧，这冲突是比莱克多巴胺更加严重。所以咱要安怎甲咱台湾猪肉紧的用土地品质嘛好，也是讲看啥物部分紧的爱紧出口。帮忙倒来的去化，这是更加重要的。是，咱听到头拄有讲到，这个华语讲的这个区块链甲咱其实伊就是讲，这个溯源也好，追究伊到底这个肉啦这个来自倒位，这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咱讲婚姻县政府已经塞即地塞真久咱继续过来请教教授啦有人讲反对这个美国来坐啦咱嘛看到立法院吵甲真加紧对咱讲生物科技来讲，生物技术来讲会造成什么款的这个大影响无？大家好关于即个议题来讲，头拄按张理事按的少年辈即个饲猪的话讲的，我足甘心啦按真正对按即个规个世界场面拢有非常的了解就是讲按来思考，就是讲未来来讲，按的猪肉要安怎会当来提高按的品质，会当做一个愈好的市场出来包括青肉的外销以外，另外的加工品就是按会当做甲规只猪的即种的利用。来提高按的即个规只猪的即个价值啦。其实来讲你讲有用即个三肉精，还是无用即个三肉精来讲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当然你来讲就是讲谈判当中你会定一个量伫遐这来讲，因为这牵涉着甲即个政治的问题所以来讲，不管国甲国之间来讲这个物件，拢会讲到重点应该是讲。要安怎来做好这个产品的这个标示因为若有这个产品来讲，消费者是上大的，消费者来选你若讲我无爱食这种物件，我会当互消费者来讲，互伊一个选择。另外较重要，我是感觉讲伫按未来要安怎互按的本土猪肉的这个品质来讲会当较好来讲伫这个市场上都有较好的这个竞争力这应该来讲是会当趁这边的机会这是一个危机，但是嘛是一个转机安尼当希望讲按当愈做愈好，来服务到安尼遮的消费者感谢。是，但是咱嘛知影这个现象啦就是讲内地进口对这个冲击已经是真大，但是教授讲到这可能是一个危机当转机的一个机会啦若是讲伫咧这步咱会当甲咱的这个骹步打较进前一个，所以咱的这个品牌猪可能就搁较进展的这个发展啦但是咱等下好好来听咱现场的观众朋友的这意见但是遮搁要来讲一下咱讲真正有人的烦恼是讲这个低价真正是价销真低啦冲击咱本土的这个部分会造成什么款的这个影响？其实咱讲开放进口的这个部分台湾一年会当有猪肉总消费量差不多是90万吨啦国产猪咧差不多占市场的这个82万吨。另外咱看这个产值产值是700亿啦咱讲家己自销的超过这个90%，另外进口的部分差不多是1/10啦所以以加拿大进口为主，但是咱嘛知影咧，咱讲伫咧加拿大有4.1%这个西班牙有1.5%啦其实美国咱讲即回美国猪要进口，伊其实过去就1.2%，但是即阵大家真犹豫有争议的，就是这个来坐这个部分另外这个丹麦遮Denmark则是0.9%啦所以咱看到遮进口的1/10啦所以真正影响是啥物咧？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现场的来宾啦咱先邀请到咱正手边的这个来宾，看有要来发言的无？咱正手边的请举手。
好，这位来宾，咱请吼，这个送麦克来吼。其实伊的这个态度真明显哦，伊的衫就写讲我无想要食三肉精吼。咱来邀请到这位贵宾来。主持人好吼，大家长辈好吼。我想要讲的讲，目前伫北内的进口河马吼，目前进口的牛肉相共要有50几个，但是准猪肉无做到，刚才10个以内。安尼你讲政府要讲追踪管理？敢做会到，做袂到。你伫北内分遮尔侪部位，你拢难做伙想要做？即个动作咧，卫福部、关务署、食药署拢无做，踢来踢去啦吼。搁来第二点讲，猪肉的自给率问题啦吼，逐年拢会讲，政府一直无重视即个问题啦吼。一直到今年9月才开始编列明年110年的预算吼，明年的预算啦吼。针对恁练的科目，我统计起来是有4个部门啊吼，中央畜产部、卫福部、歹势，中央畜产部、关务署、食药署、农委会，这4个部门加起来是11.6亿，吼，这是明年度4个部门的预算，但是政府针对内地明年的开放，吼，目前是130亿，同款的恁练的科目嘛是11.6亿。同款的钱啦吼，我想要问讲，你明年已经编11.6啊，然后你130亿内底，搁甲放11.6，安尼是double的部分啦吼。是，这是我疑问。将市场相关设备的提升是编列7.75亿，平均每人每年会使摕到12万，一个月1万，恁家己算看卖啦吼。第三点讲。假使讲真正无法度阻挡内地入来，咱上基本的要求讲每批检验，但是阵个政府讲一开始讲前3批，搁来讲前5批，咱画拍拉欠的啦。搁来外国猪肉要入来台湾，上基本爱做讲，咱爱去出口国家去查检查工厂啦吼。这动作拢无做着，讲明年1月1号要开放啊，安尼是毋对啦吼。搁来你入来了，你要检查。政府伫咧这130亿基金内底编列偌济钱来检验咧边境检查啦吼，偌济一年5000万，一年5000万，敢讲咱台湾人民的健康遮尔不担吗？谢谢。是啦吼，咱头拄仔听到吼，这位来宾所讲的吼，其实咱讲吼边境的这个管理吼，拢是大疑问。尤其咱讲明年1月初就开始吼，要来开放，到底吼咱讲政府去美国查厂也袂查工厂也袂吼，这嘛是一个大疑问吼。尤其头拄嘛讲到，这个编列的这个医生吼，100多亿，到底这100多亿安怎去分配吼？这个民众的这个健康吼，到底安怎来去把关咧？继续，咱讲请教咱现场，阁有来宾来甲咱做一寡疑问提问无？好，咱来邀请到咱穿这个青色的这来宾，咱有这个麦克吼，咱小甲咱团这个吼，咱来邀请到这位贵宾，咱这位贵宾来说啥物？我姓蔡。是，来，咱继续来讲就吼。各位长官吼，搁咱这业者吼，我就无要搁重新讲，这个莱克多巴胺对咱的健康问题啦吼，咱这教授也好。主管机关也好，咱国旗的民意代表甲民意代表甲咱地方首长呢，每一个都出声反对，足少的讲赞同。大家既然造成咱国民的恐慌，每一个对咱的健康拢感觉讲有疑虑的时阵，谁哪你要搁进口？你既然进入来，你无在了把关，你做安尼对阮国民健康有啥物益处？你甲想，大家即马若咧做伙啉酒也好，咧穿啊骹咧谈天说地也好，大家拢讲无要食进口猪肉。嘛有迄个即马咧卖卤肉饭的讲，伊即马过来。要来卖鸡肉饭，人若毋食卤肉饭，会走来食我的鸡肉饭。无我卤肉饭做落，人都毋知影我这卤肉是为倒仔来的啊。既然咱的学者、医生、博士拢讲，这莱克多巴胺无绝对的安全，有对咱健康，就是有
足大的损伤，对成长中的囡仔，对伊的智力，对咱青年人的生育能力，讲起来讲，像10多年前，阮市猪嘛有足侪，阮的同业拢用莱克多巴胺。啊，因饲的猪呢，第一，公的袂使做猪膏，伊会精糖少；母的袂使留做母，因为伊的排卵无正常。所以，相对即款的会残留咧猪仔体内的物件，互咱的囡仔食着呢，人要生男育女有困难呢。过来，咱若去生着一个，因为莱克多巴胺刺激着咱的肌肉，伊的肌肉刺激咱的肌肉快速成长嘛，伊有爆发力，所以饲的猪逐只都足水的。咱若饲着囡仔，四肢健康发达，但是读较简单，咱敢袂？咱担心一世人呢。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吼，真正即个内剂啦吼，对人体健康来讲，真正是影响真大啦吼。反对的，咱先举一下手一下，好不好？哇，这个咱在座的吼，多数吼拢是举手啦吼来反对，这嘛是一种声音啦吼。我们在这个政府到底有听入去啊无吼？透过今日节目，其实吼真正这个在地心声，政府你都爱听啦。尤其咱看到头段嘛已经讲过，婚林关吼是一个吼头一个讲要零3肉钟，这个产出的这个有一个联名这个部分啦吼。啊，咱嘛看到婚林的心声，政府你都爱听的吼。所以咱嘛讲吼，这个婚林内这咱讲吼，真正这个部分啦吼，真侪人有意见吼，咱个先这个无要紧，咱等下节目搁来进行啦吼。咱特别带大家先来看讲吼，这个台湾猪啦吼，品牌猪安怎来去做一寡吼品牌的这个建立，先做回来看。除了提升第一线饲猪的环境，后壁拍卖都在嘛有爱改善的部分。台湾活体拍卖已经做真久啊，拍卖场顶悬，猪仔一只一只对面头前过，靠经验按照体型、形体判断猪的好歹。田主席台湾拢是用毛猪拍卖，毛猪拍卖就看外表、看重量，所以呢，一只大只猪无代表伊即块猪肉叫做真好食的猪肉，还是讲伊的风味真香。啊，不过最近这几年，有人开始在推广评级。多体评级是抬猪了后，经过专业人士用科学仪器甲方式评定肉品的级数，才去定出价数。透过这款的方式，让第一线饲猪的猪农知影什么款的猪是好猪，来定出饲猪的策略。冷冻供应链的推广，嘛是后壁头爱改善的一部分。台湾人介意食传统市场无冷冻过的猪肉，啊，不过温体猪无固定温度保存，较高变质。冷冻供应链是希望猪肉对毒肉到放伫架仔顶，袂到消费者，全程拢用低温来保存运送。这间伫婚林的猪肉担，规间拢有冷气，加出来猪肉嘛先放伫冰箱冰。品质上，咱这猪肉品质上对较早咱手台部分即个品质对较袂着，因为政府拢管理去市场咧抬啊。然后我是讲，咱拢封载来啊，这载的部分中运输车伊是开放式的，啊温度方面若热人的话，行品质上就是会变白，啊甚至也都会低汤这种方面。要让咱台湾猪的品质会当行伫上头前，就要靠第一线猪农饲猪环境的改善。啊，不过后壁是拍卖冷冻供应链，嘛需要进一步来讨论。是啦，咱看到讲吼，这个台湾猪啦吼，过去真正吼，大家吼，这个体温吼，想要食这个上青的啦吼，温体猪吼，其实咱讲吼，这是咱较传统咧食食的这个方式啦吼。但是真侪这个猪农也好，也是讲饲猪户也讲吼，即阵嘛开始咧推测到咱讲多体评级这款代志啦吼。咱先来看讲咱这个准备的这个刀卡啦吼。第一位咱讲吼，这个多体评级的这个定义到底是啥物？就是讲吼，甲这个太好的猪肉用尖去甲插啦吼，还是讲？
这个光啦吼，感应的这个方式来去做一寡这个评比啦吼。啊，这就是讲国际肉品市场的这个交易这个规格啦吼。另外，咱讲吼评级有啥物款的这个项目咧？第一个项目咱先看到讲吼，这个重量是安怎去计算，还是讲吼伊卡接片吼，伊这个油花的这个分布是安怎啦吼？另外，就是照伊这个外观来去做一寡这个评估啦吼。头拄啊，咱嘛讲到品牌底的这个建立啦吼，尤其咧推测的时阵，咱就先来邀请咱的这个副理事长啦吼。副理事长，咱咧请教一下啦吼。咱讲吼土地评级吼，即阵是拄到啥物款的这个问题无？咱台湾市场的到目前安尼遮顺势啦吼，就是政府有公开的拍卖场，因为公开的拍卖场，咱滴出去3工钱就入来啊。啊，可是即嘛算是足久的产物啦，比较较浓厚一点嘛。整个都在运销的过程无遐舒适，啊，毋过这是咱的基本。你讲土地评级确实是真好，冷链的运输这是一定爱做的代志。所以我认为土地评级甲市场拍卖目前也是由市场的机制来互伊控制。你出市场的计数会较好，你去出市场，你去土地评级比市场的计数较好，啊，你去出土地评级，安尼土地评级才有一个意义存在。啊，所以市场目前咱到即摆嘛是爱先甲稳定掉的。啊，土地评级即条路就是爱搁继续行落去。我大概意见是安尼。是啦吼，土地评级这条路吼，其实吼是应该爱来继续来进行的吼，但是这个重的难关吼嘛是等待讲吼，真侪讲猪笼号也好，还是讲市底的号也好啦吼，做伙来去斗推测啦吼。咱搁继续来请教张理事长啦吼，其实咱讲的即阵吼，这个土地评级抑搁有啥物款吼，政府会当搁推一寡力的无？因为即摆拄着问题就是讲新冠状病毒吼最严重的，是，所以变做讲其实你看规个消费群消费量全部拢变啦。你看大家拢双薪家庭嘛，大家根本无人去市场去肉店买物件嘛，所以一般拢行为用超市啥物来买。但是你若超市就惊恁撞去啊嘛，恁冷藏恁撞，毋是恁动是恁撞。所以即块绝对是势不可分啦。过来要行土地品质，就是土地品质，即个就是讲咱要出口。咱以出口为目标，因为咱讲你的物件、你的产品来符合国际规格嘛。你袂使讲你无够规格，你要甲拼嘛。相对的，原款你明年进口猪肉要入来，你嘛是爱套即块来，你的规格甲倒位爱甲人拼，安尼才会发度，才会发度生存。嘿，安尼。有影啦吼，所以即个部分啦吼，其实咱看到婚姻观吼，嘛帮助到真侪即个猪农吼，也是讲猪农户也好啦吼。继续咱搁请教科长啦吼，即个土地评级的建立，头拄仔咱讲的即个理事长嘛讲到吼，其实受到即个武汉肺炎、即个新冠病毒的即个部分吼，其实咱讲咧杀的即个部分，也讲即个消费者吼，即个消费模式开始来改变，尤其伫咧买猪肉，也是讲吼去饲啊，吼即个行为嘛开始改变啦吼。啊，头拄仔咱即个理事长伫咧政治拍的时阵嘛讲到即个甲链吼，华语讲的即个区块链啦吼，其实这拢是咱吼会当发展讲婚姻做一个品牌啦吼，啊，直接吼，尤其咱头拄仔一直讲的即个三成猪肉，若会当拼外销，嘛是会当直接吼，咱讲头拄仔危机变长机啦吼，你阁有啥物意见无？主持人吼，有关即个部分吼，就是为虾米阮一定会反对咱开放即个内地入来吼，就是第一个咱完全无做好准备啦吼。我有讲到，除了是咱即个猪农的即个冲劲啊吼，另外就是我有大家拢咧探讨即个土体评级即个制度啦吼，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咱即马全国的即个屠宰场吼，无一场是符合会当出口的即个规格啦吼。也就是说，咱这2、3尺档，咱屠宰场的即个设备吼，拢已经足旧的。你若讲，未来咱美国的猪肉进口了后，吼，即个冲击就是咱无法度随甲咱的猪农吼，互伊到转型去出口啦吼。这拢还袂传好，个明年1月初个要入来吼。我是感觉这阮是足烦恼的啦。就是咱对这猪农的这个部分吼，我是希望吼会当搁呼吁咱中央政府搁三思看卖啦。咱内底吼，不管是要出口的这准备吼，拢还袂做好势，搁有咱入来了后要安怎做标示，这嘛拢无法度创清楚的这个情况之下吼，是毋是会当
搁三思看觅啦吼，这是阮的立场甲意见。咱嘛听到这个婚姻官搁一摆表达因的这个立场啦吼，就是讲。看嘛啦吼，咱讲这个美国伫会使吼，暂时吼甲冻落来啦吼。另外，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土地评级的这个部分啊，咱讲吼，即阵的这个系统可能吼，全国也无一间吼达成这个标准啊吼。所以讲吼，咱即阵进口猪之外，咱的出口猪肉袂当出去的时阵，佫有啥物部分啊吼？咱佫先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其实咱看到的，真正咱的冷链系统啊，是讲土地评级的这个制度，拢还袂完全建立嘛。好，感谢吼，因为他讲到即个土地评级的即个代志嘛吼，啊，实际上来讲，咱头拄仔一位乡亲时代有讲到啦，讲吼，英国有个人为着要互体型较水的吼，啊，可能有用寡迄落啥物件，但是这来讲，伫咱台湾是拢禁止的啦，所以政府对即部分来讲，从古早进前就拢足注重啊，所以按英国要抬猪来讲，一开始会抽血嘛吼，验嘛吼，啊，因为伊有寡迄落代谢了会较紧吼，啊，有哪些人血中你。吼，迄量足少，你无讲遐简单会当验出来，所以到尾拢是剃猪毛的，吼啊，所以表示讲政府对即块来讲是管啊足严的，所以咱即摆大家放心，按照咱台湾的猪肉来讲吼，是安全的，尤其是咱台湾的饲猪朋友，吼，头拄副理事长甲咱的迄个理事也拢讲过啊，吼，大家是拢足认真咧做即块，吼啊，而且思考的物件嘛是拢希望讲会当甲咱这世界来接做伙啦，啊，伫即个土地边界来讲，伫迄个按英国伫外销日本的时阵吼，按迄阵都有咧做，迄阵分做5等啦吼，销去日本。啊，英国按占日本的市场是占47%伊的进口市场。啊，所以今日按嘛咧想讲，我们要吼看会当互咱的猪肉会当等于甲像英国安尼吼，因为咱的猪肉来讲，确实足认真饲，而且都足好食的吼。啊，但是因为即马饲的头数已经下一半去啊，所以成本来讲相对也较悬。吼，那真正讲要靠即个吼，安尼要再等于迄个市场来讲，无讲遐简单吼。啊，但是不要紧，这嘛是安尼努力的一个部分安尼做的。尤其是即马政府吼，即个钱要开落了，就是爱规个产业来讲，拢会当来甲提升吼。啊，所以伫土地边界即个部分来讲，吼，其实安会当做着是安怎用迄个古早时代是较主观的吼，用人有迄个迄阵肉品基金会有栽培官吼，即个编辑员吼去判断即个土地。啊，即摆就是讲用迄个吼按欧洲入来即个仪器吼，无论迄个光学探针，还是即个超音波吼，拢嘛希望讲会当做甲济吼，爱当来甲提升。啊，因为你提升了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的出口肉吼，还是安尼肉，安尼真正甲分落好吼，应该是啥物款的等级的，安会当卖到迄个价销，安尼对咱饲猪养猪户来讲嘛有帮忙。就是讲你饲较好的猪，你会当得到一个较好的价销，啊，这对咱规个产业的来讲是一个正面的吼。所以以上简单先讲到这吼，就是咱讲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提升吼，会当透过这回看，会当过一寡拼一个吼。但是咱嘛讲到，伫咧1997年吼，迄当阵是这个考第一来发生啦吼，所以迄当阵日本吼就开始禁止咱的这个台湾猪肉吼，爱伫动商到即阵，咱嘛看到吼，今年才这个拔尖成功啦吼。这对咱讲台湾猪农来讲，真正是真无简单的这一步啦吼。所以咱继续来去把握机会啦。但是咱讲的头拄仔一直讲到的，这个台湾猪吼安怎吼，这个品牌来建立啦吼。继续咱要搁来请教咱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啦吼。咱讲吼台湾猪的这个品牌，头拄仔这个教授嘛讲真济吼，安怎一步一步提升啦吼。咱搁来邀请到现场的来宾，咱搁来邀请这边的观众朋友。好，咱来邀请到咱台湾新港界这个老朋友啊，咱过来这个麦克甲咱传一个啦吼。咱这个是邱贵子啊。主持人，我来补充这个土地评级这个部分，因为我是感觉讲，迄个咱传统肉品市场的拍卖方式已经沿用渐久啊，一日要改变咱这猪农这个习惯吼，真正也无容易。所以我是吼希望讲双向吼来进行，咱传统市场也保吼，算这拍卖方式保留吼，啊，咱土地评级这往来试用看卖，如果若好了吼，当然猪农就慢慢会接受安尼。吼，我嘛要来呼吁讲，咱这传统猪店吼，真正讲。迄个卫生爱改善，因为猪肉长期暴露伫空气中吼，迄生菌素、细菌会增加，所以是一直拢真犯险的所在。咱即摆政府伫100亿基金内底吼，有编估来伊个这经费，要改善传统猪店伊迄款吼，迄温控伊个猪店要互要甲伊吼补助辅导伊用迄个有温迄冷藏的这设备安尼，啊，互迄个肉伫迄个温度较低所在保存较新鲜，消费者也较会买安尼。啊，所以我嘛希望讲咱遮观众等于，吼，咱有得甲买猪肉伫猪店甲鼓励，甲讲吼，政府即摆有
即个措施要补助，要甲恁改善吼，提升恁的经济力，吼啊，大家才来配合政府即个改善低点吼，稳控即设备即计划安尼。是啦吼，就是讲改善这设备吼，自这个市场开始啦吼。但是这个邱贵子啊，头拄嘛讲到吼，两条路吼嘛是共款做伙来行啦吼。啊，继续咱要过来邀请咱现场的观众朋友，咱邀请到正边观众朋友，有人要来甲咱说明一下无？大家拢真必须吼，无要紧，咱阁继续来进行吼，咱后一个阶段这个部分啦吼，有一张图吼，嘛是爱甲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咱头拄也讲到吼，这个政府要推出到一个100亿这个基金吼，到底安怎来去用啦吼？这嘛是真重要。咱讲这100亿吼钱，若投入去唔对的这个所在，对猪农来讲，对规个产业来讲，尤其是一个大算段啦吼。首先，咱讲吼，就要稳定讲台湾毛猪的这个拍卖价啦吼。另外咧，逐年讲要编列这个24亿啦吼，啊执行讲饲猪产业发展的这个计划，另外咧就是要鼓励这个国内产饮业吼业者这个使用国产猪啦吼，另外就是讲猪仔若是死亡，有一个强制这个保险补助全面来甲伊请管啦吼。第五个，咱来讲吼，奖励到国产猪的这个外销吼，相信在座的这个咱讲来宾吼，手里拢有摕到一个台湾品牌猪吼，这嘛这个邱贵子啊，甲咱斗推杀吼。咱先请咱的这个科长吼，甲咱压一个咱的这个头前吼，有一个台湾品牌猪的一个 mark 一个 logo 啦吼。这个意思咧，就是表示讲吼，咱这个台湾猪的这个品牌吼，真正爱来去建立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口蹄疫已经白占啊吼，所以未来就是要拼出口啊。介绍有悬有这个介绍啦吼，有悬有低啦吼。到底咱的这个产业的这个竞争力吼，伫咧这个出口者有啥物这个大拍尾这个所在啦吼？咱嘛要来讨论讲，后一步是啥物？那咱嘛先做回来看。这间伫婚林的剁肉场，毋那剁肉的过程，全程拢是符合冷冻供应链的规格，佮开放予民众参观，予民众知影家己食到的猪肉是安怎来的。这嘛是一间小型的食农博物馆，提供猪的食农教育，向游客了解猪的品种、冷冻、冷藏、甲温体猪的无同。民众拢唔知影，咱食到的猪肉是虾米人饲的，虾米人分切的，搞不清楚。所以无法度人咧确保这个食安这件事情，所以阮希望做品牌。为着互消费者知影猪肉安怎来，这间业者对饲猪、饲料、剁肉、包装、卖猪肉，全部拢家己来，打造家己的品牌。一看到这个牌子，就知影猪肉的来源。农场到餐桌，全部拢是阮公司家己亲心来做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告诉我的消费者讲，我为什么可以确保我讲这块猪肉足好食，我讲这块猪肉足安全。因为实在会当找到源头，这几年落来，高级餐厅小济来合作，品牌嘛有饲出家己固定的消费者，互品质好的猪肉会当互看到，嘛会当卖出好介绍。品牌战敢会是台湾猪农的后一步？是啦，咱讲这个拼品牌其实非常这个重要吼。啊，其实咱头拄也一直讲到，这个婚林县是咱这个占3成的这个大农业县啦吼。啊，伫遮品牌婚林猪安怎建立品牌吼？甲其他这个县市哦，安怎有一寡这个政策？咱先来邀请科长啦吼。其实咱头拄也一直讲这个联名吼，啊，透过咱讲华语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方式，啊，有这个源头的这个溯源的这个品质的这个把关吼。啊，咱这个婚林猪其实吼已经拍出一个名号出来吼，咱嘛看到讲，这个联名已经超过100外个，这个厂商、这个厂商也好，这个猪户也好啦吼，拢来做参加。咱婚林县的这个妹妹角角，甲咱分享一下。主持人吼，啊，有关甲我你讲的这个部分哦，咱这个品牌吼，品牌的这个建立哦，爱伫咧伊的迄个品质的这个保证啊吼，所以县长吼是。上任了后，伊个咧送咱所谓的即个婚林良品啦吼，啊，婚林良品即个部分吼，阮就是要甲品质吼，甲大家顾好啦吼，啊，所以咱即马猪肉这一部分吼，咱要甲伊用婚林良品猪的即个品牌要甲伊送出去吼，阮有几个原则啊吼，第一部分就是咱即马已经咧靠咱县内即个猪户啦吼，拢来加入咱即个三肉精的这联名啦吼，是哦，啊，阮即马吼甲大家报告者，阮即马已经有将近要250块已经
搁增加一倍啊啦吼。所以其实咱猪农吼对这是足肯定的啦吼。啊，咱家己这联名了吼，阮个再来就是要求伊后壁的即个分切的吼，都在场的这部分吼。伊咧用伊的这肉的时阵，拢爱用咱有即个零瘦肉精即个认证的即个用猪户吼，才会当来家己咱这婚龄用品猪的这品牌啦吼。所以咱个会甲我讲的吼，咱甲我有看到迄个简介吼，品牌要建立吼，就是爱为头到尾吼，你拢有法度掌握吼，才有法度互消费者吼一个安心的这个保证啊吼，啊，咱婚姻用品猪吼，这个品牌嘛是要用即摆即种概念吼来杀啦吼，啊，我相信吼，咱国内这个猪农吼嘛是希望吼，咱有一个会当有一个有能力的这个县政府啦吼，啊，带大家吼会当去行销咱的猪肉啦吼，啊，甲我个讲到咱这个农委会杀的这个台湾猪的这个品牌吼，啊，这其实吼。因为品牌就是甲我头一个讲的，就是咱爱源头的啊到迄每一个环节拢爱有法度互人信赖啦吼，这品牌才有法度建立啊吼。啊，因为这个搁环头搁想到咱这个产地标章甲这个来记的这个检核吼，无法度确实进前吼，其实大家嘛是会有混乱的这个问题啦吼，所以。我是呼吁吼，咱中央政府哦，伫咧咱即个标章做出来是足好诶，但是后壁咱要安怎来去实施，要安怎落实即个本土甲国外即个猪诶分，即个互人消费者一看过会知影即个部分哦，这个爱加强啦，无这可能无法度建立咱国内即个民众的即个信心啦吼，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台湾猪吼，即个品牌、即个 mark logo 已经走出来，但是咱讲吼，真侪议论吼，即个来自即个美国猪也好，其实即个来源吼，可能吼买手变做是即个烟枪也好啦吼，啊不是包伫包仔内底，伊即个标示啦吼，可能无遐尔明，这嘛是侪人烦恼的即个所在吼。啊，但是咱头拄讲吼，即个后一步品牌猪安怎建立啦吼，啊，其实咱阁来请教即个副理事长吼，其实咱直接咧杀的时阵，伫咧猪农遮吼，其实嘛有真侪议论啦吼。但是即个品牌猪后一步一定嘛是必须爱有一个透明的即个建立的即个机制啦吼。咱阁有啥物啊建立吼？即个建议吼，即个政府的无？为什么这零瘦肉精的联名啊吼，足紧的时间内底就冲到200几场，是因为婚姻馆用猪的人，因有共识，因无爱用来自即类的瘦肉精的算头一步的物件。因要生产好的品质的猪肉，所以这是阮零瘦肉精联盟建立起来的信用。啊，问题即马信用建立起来啊，像拄则咱处长讲的，政府无一套机制，甲伊控制，啊随便便，伊迄嘛讲伊是甲我共款的，分袂出来啊。所以你要甲分出来，才靠政府啊。阮饲猪的人，阮足清楚的啊，阮会知影讲阮无爱。啊，阮生产出来物件是好物件，可是阮生产出来好物件，甲人谈做伙，人嘛分袂出来，所以目前也是爱麻烦政府来甲阮斗做即块。是啦吼，即个政府把关的就非常重要吼。头拄仔咱嘛开放着即个第2波的即个观众朋友伫遮吼，佮甲咱说明啦吼。咱继续要过来邀请咱头拄仔即个穿青衫的即个蔡线啦吼。其实你的即个话拢也未讲完全啦吼，要继续，互你来机会来一个发言啦吼。头拄仔咱嘛有即个表决过吼，在场的吼差不多99%的人拢是反对来自即个猪肉来进口啦吼。继续，咱阁邀请到这位陈氏来说明。感谢咱主持人吼。咱政府大力伫咧推广咱的产业升级啦，要互咱的猪肉咧国际甲人有比拼啦。那么咧国内伊就引进高级的美国猪肉，美国猪肉呢，咱1公斤伊才有1台斤尔，伊才有咱的6成的成本啦。吼，就是讲咱100块，伊才有60块的成本，因为原料、玉米、黄豆拢是欧美国家的，因的土地佫宽，咱呢饲养成本也较贵，咱要来提升，啊，你佫引进高级的
猪肉来市场，甲咱咧做竞争。你甲看，日本伊慢慢爱共买猪肉的，伊毋甲美国买，毋甲加拿大买，伊来甲咱台湾买这贵的，伊敢写的。啊，咱这贵的要推广去佗？咱家己的地点，咱家己的市场，咱都控制袂掉啊！咱数字咱都有看，咱即马饲养是500万头尔呢，一年咱爱食800万头，是拄好这500万头乘以1.6等于800头，是差不多拄好尔呢。其他是去做食品，所以咱有当咱就爱去进口10%的外国猪肉入来。咱要去找啥物去出口？咱出口要甲人做啥物竞争？人食三肉精，咧土地评比起来，比咱会搁较水。咱要甲人做啥物拼面？所以我奉劝政府，你啥物设施，你要对阮的产业，对冷链物流也好，对上尾端的超市来补助，这拢是真好的。你政府做遮济年来，对阮的药物残留的检验，对猪笼、猪条破开环境、污水，恁的监督，阮拢赞成。但是呢，你引进这3肉精入来，你甲看咱的猪要安怎好价啦？人敢有少的？哟，我咧美国进口1公斤80的，我来甲你台湾进口1公斤120的，敢有安尼？即款的生意要安怎做？商要来甲咱做，所以我感觉讲即款矛盾的政策，你要提升阮的产业，要辅导咱进入国际化，你着辅导倒，你着有人进口就要打击咱的市场吗？即款会敢对？是啦吼，咱嘛听到这位先生吼，佫一摆表达这个心声啦吼。其实咱讲吼，这个政府吼要推扫着这地，有人讲吼真匆忙，就要来开始啊吼。啊，咱嘛看着讲吼，头拄仔已经吼工厂、美国的厂，你到底有去看过未？啊，另外就是讲吼，这个追溯源头的这个部分，标示敢有清楚啊？猪笼遮你100亿准备好势啊未吼？啊，其实这拢是这个大问题啦吼，尤其吼过去这个问题就还未改善，咱就要来吼匆忙来上路，其实就是真济猪笼反对这个声音啦吼。继续，咱阁先请教咱的这个理事长吼。其实咱看到吼，咱头拄一直咧讲台湾猪的这个一个后一步啦吼。但是咱头拄嘛听到这发生，安尼咧讲啦吼，就是讲台湾猪本地就有困境，咱饲猪的成本就遐尔悬啦吼。啊，要甲人拼价钱，咱真正拼袂过啦吼。啊，你讲台湾猪的这个后一步，到底后一步会佫是啥物无？其实吼，咱分2个部分，咱来讲啦。第一份就是讲进口前甲进口后啊。就进口前，伊即摆现主时啦，咱拄着是讲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搁较悬，人口老化足严重的。你甲看国小甲大学所变化偌济，所以你看这资料食上济肉，这少年群组的这群已经减落。咱台湾内需足低迷的，因为像阮这少年的，咱讲袂，咱无资格要求别人去检视。但是现主是拄着问题，已经供过于求，猪肉太济，已经足俗的啊。好，过来，咱过年，咱讲进口后，假设咱即摆做俗，啊，进口后咧是愈俗的。所以有当时咱咧想一点啦，要安怎去甲咱台湾现主是这猪肉去化，是讲出口嘛好，加工嘛好，不插来趁用即局的武汉疫情，国外足严重的。你看因国外足严重，变做讲因非洲猪瘟拢无伫防堵嘛。咱要安怎趁这时机，即波紧的想办法，比如讲专地、山地嘛好去达倒位，东亚拢好拢会使。你无做的话，我讲进口后会愈惨尔。是啦吼，所以这个1月初，咱若讲吼，真正政府挡袂落来，啊，其实路边的声音，伊若听袂起，硬要弄的时阵吼，其实就会这个问题继续来产生啦吼。继续咱个请教教授啦吼，就是讲一直咧讲这个台湾猪的这个后一步，咱头拄也听到这个农民的猪农的这个困境也好，咱猪农哈这个后一步做这个心声吼，这个继续真正是若是一直落的这个时阵啦吼，台湾猪这个品牌优势可能嘛无去哦。非常的感谢哦，咱头仔乡亲时代讲了吼，非常的迄个正确啦，就是讲这有咱遮徛伫雕仔骹的吼，拢看这个迄个当看了较清楚啦吼。啊，伫今来讲就是讲，伫咱未来来讲，其实咱的规个
采用的架数，按迄阵口蹄疫发生了，是一路一直落来啦吼。啊，当然这当中吼因为环保的问题啦，啥物货拢有啦，拢有影响，所以安尼一路安尼一直落来吼。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啦。啊，当然安尼来讲，相对的成本啊来讲，可能拢提高啦。所以安尼产品若要会当卖出去，要有竞争力来讲，思考的毋是讲成本一直在降低。你和人拼成本，迄无意思，迄就叫所谓的红海策略，吼，大家抬到血流成河。你喺思考一个是一个所谓的蓝海的策略，我免怎互我卖一货柜的猪肉出去，会当拼过人卖10货柜，安尼来外销才有迄个吼，才有迄个利润啦。啊，当然伫遮来讲，就是讲，毋通一直甲想讲，我敢要青肉出去尔，我会加工肉，我免怎做好，有哪会当出去？吼，大家想讲，因为咱台湾的迄个所谓的珍珠粉圆嘛，迄粉圆嘛，对无？英国就咧卖啊，但是伫即2-3冬才开始全世界有名。所以共款的，咱台湾的烟尘来讲嘛是做有名的。所以安尼思考是讲，你的烟尘讲我著卖伊甲德国，吼，德国烟尘是做有名的，但是你的台湾烟尘啊，我著甲拼伊甲遐，吼，而且都卖了好，咱台湾的猪来做烟尘拢无够，吼，所以这会当配合讲，因有一个秘鲁啤酒节。吼，啊，免怎来配合？吼，啊，当然这是一个思考啦。啊，当然伫未来来讲，安尼讲的讲，即个倒体评级，啊，希望讲有一天是会当倒体票卖啦。吼，那一方面倒体票卖来讲对动物福利啦，吼，啊，对即个病的传染来讲，拢会当改善。吼，所以伫咧未来来讲，可能会当安尼来思考。评级只不过是讲，甲你讲即只猪是属于啥物等级的，较重要来决定介绍应该是在座的各位吼，你要买的人。啊，另外就一点就讲，像那这来讲会当较好，就是讲你会当为了要做倒体即个票卖话，你势必伫票卖交易完成进前，你的迄个生产的率吼，即个溯源拢爱做啊真好。吼，啊安尼来讲，大家若饲了好的猪，大家知影讲，迄啥物人饲啊，啥物人较好安尼。吼，所以安尼来讲，规个产业来讲，得当趁即个机会来进步啦。吼，所以当然，若以后要较好，有足侪步数。啊，思考就是讲，大家爱有信心。吼，爱对家己有信心。吼，啊，对即个本土有信心。吼，安尼讲的嘛，爱乡爱土爱本岛嘛，对无？吼，啊，尤其是猪肉天然的嘛上好啊，对无？在地吼生产啊，在地来食吼，啊，这会当食着上鲜上介好的即个肉吼，所以阮感觉大家就是讲安尼共同努力啊，大家团结起来吼，啊，其实伫未来来讲，也是充满着即个光明吼。是，其实教授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方向互大家啦吼，就是讲即个饼青肉，若是饼袂过的时阵，咱加工的即个部分，然后头拄仔伊用即个德国的即个例吼，其实是袂歹的即个思考方向啦吼。就是咱讲吼，真正的即个产业若要有健全，其实伊即个产业链的即个完整性吼，爱豆豆来过来提升啦吼。但是咱嘛搁一解来强调一遍吼，即回毋若是即个健康的议题，也是讲惊介绍帮帮议题，拢是真侪即个猪农也好，即个农户也好，然后因上大即个烦恼啦吼。上尾咱过来看即张啦吼，就是讲吼，即个美国猪饲的即个成本有够低啦吼，所以嘛影响到台湾猪肉即个价值吼真歹去竞争。另外讲猪农吼，真正伫咧吼，即个眼前的危机拢无法挡的时阵，政府话要产业升级，可能吼真过头远啦吼。啊嘛呼吁讲政府你着爱小停一个，莫顾猪农都歹顾啦吼。但是咱讲吼，即个政府、猪农啊，搁有即个吼消费者三方是一体啦吼。咱讲即一体会当健全嘛是真重要吼。所以咱继续过来开放上尾一波的即个观众朋友，咱在座啦吼，若有啥物要搁建议吼，咱政府的吼，透过咱的节目，搁一摆讲着，咱搁来邀请到这位先生。大家好啦吼，全台湾目前有32万间的业者啦吼，咱的基层员做偌济，661个人尔吼，平均一个爱负责484间的业者食品业者啦吼。我请问者风头一过，阁有偌济人会使记了即件代志？含有莱克多巴的美国牛肉，我讲有牛肉，拄入来的时阵，前3冬嘛是卖了无好啦吼，一直到第4冬。大家拢袂记啊吼，因为消费者拢是健忘的，这是人的天性啦吼。台湾猪的肉区哪像猪肉国家队共款，阮无反对，但是只要有一件 only one， 只要一件是安尼风暴爆发了后，消费者的信心会崩盘。我讲啊，我食鸡肉饭就好啊，我感觉食
卤肉饭，这都做现实的代志啊。啊，受害的像猪笼、搁消费者，啊，在座吼，咱拢是人生行一半超过的人啦吼，辛苦打拼一世人吼，是要后一代健康安全的环境啦吼。猪价会加，吼，也是工课辛苦，阮拢会使忍耐，但是后一代即个来自的问题吼，会沾来后一代健康哦，这是阮无法度接受的点啦吼。是，谢谢。非常感谢啦吼，咱就听着讲，咱这个在座的这个观众朋友拢真正发达着因这个心声这个部分，嘛希望这个政府单位啦吼，就搁一届来去思考着明年这个1月初到底要来去进行无啦吼。啊，尤其咱讲吼，这个台湾猪的这个品牌，咱今日嘛节目嘛讲真济啦吼，就是讲有这个加工的这个思考方式啊，嘛当透过这款的这个微机灯转机啊吼，但是这个政府咱都要好好来把关啦吼。真正若是有一站吼，这个事件也是讲风波又过来爆发，嘛是会影响到规个猪的这个产业啦吼。今非常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和所有的来宾啊，来到咱这个婚林家啦吼，这个大鼻乡家啦吼，做回来开讲，嘛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